你早上刚加上去的。对啊，本来是这样子，一定是有啊。对呀。你要知道，你看你这头发，就是你的头发。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因为你看有这样子。好，我早上已经是加上。所以有厉害的人一看就知道。对对。不过你国画其实可以，你有点中西合璧的那种，我第一次看到。那是个国画的中西合璧。慢慢这样子下。才不要。教学才不要，要啊，是你像什么啦？不要想他。上次见过。哎，都香。我也是，我教学生，这一点两万不得行。我也蛮喜欢啊，所以你也在这里结婚。有啊，我大概我就是上明天拢去的。有啊，洗澡是够开那水机，但所以你先生够开过了吧？好啊，跟做完回收啊。他什么系？等到历史下来又来个月了。啊，物理系你。对，你要先做好。对。所以这样子，我妹妹在。这是地上。而且现在做外画的就是现在。每一个东西要先。那都倒了嘛。但是所有的都要去，所有师傅导游的所有的那个。现在在跟刘先生学呢，好早人手就。上次他们班的，好像是马上就跟。啊，走了。哦。哦，母语的声音。我开这边。对，嘿。